去了解口语测验嘅得分策略。口语测验分作3个部分：复唱、看图表达、口语表达。一样，我们会从简单的题型，再慢慢增加难度，到比较需要延伸思考才能回答的问题。你先来看复唱题样板考，复唱只是听在妹，复诵就是跟着音档念，它没有文字，仅有语音，我们要仔细的听。另外要注意的是，一定要听到叮响后，你才能开始念，否则录不到音，我们就没有分数了。复诵题一样，题目会念2遍，所以可以在心里仔细听，跟着默念。当听到叮响铃后，就可以开始说，请听范例。你按度嘛改名，你按度嘛改名。你按度嘛改名，听起来好像很简单，但是如果你其中的客语发音没有念标准的话，也很容易被扣分。需要特别注意的发音有：第一，声母的字我们要念正确，不可以念成呢。例如狗年，过年不可以念成狗年。第二，双唇音收尾的字一定要闭唇，比如我们的衣服赞，不可以念成赞。第三，尾音如果是 b 的 g， 我们一定要把它念得很短促，因为它是入声字。例如 bab shit chop